近100名市民響應網上號召參與守護綠色路環行動，有市民促請政府保育本澳僅存嘅自然資源。守護路環，不止我一個。掀埋眼感受山南氣息，林中演奏，市民都期望透過唔同形式表達對路環自然資源嘅關愛。有市民話，本澳自然環境日漸減少，期望政府聽取民意，保育僅存嘅自然資源。繼續起嘅話，我覺得破壞晒啲生態自然呢，咁就你哋成日話綠化綠化，咁就冇可能成為綠化咯。我哋接緊4組係一啲自然嘅嘢啦，咁同埋我哋用嘅紙張都係一啲環保紙，咁希望就係澳門政府會聽到我哋嘅心聲，就希望保護呢個自然嘅環境，咁就唔需要話太急速去發展咁樣。亦都有家長帶同小朋友嚟，希望教育下一代保育山林嘅重要性。是可以短暫解決居住的問題啊，但是就長久來講，你要砍掉一棵樹，其實你花了10年都培育不回來，這是要考量的成本。有城市規劃師建議，政府可以仿效叫停東岸洋超高樓嘅發展項目，保育路環呢個僅存嘅澳門後花園。既然係有一個先例或者保護景觀係可以咁做，咁其實今次嘅事件亦都可以循呢一個先例去爆。咁作為一個景觀保護嘅一個空間嘅延伸，或者一個視覺嘅一個同地理上嘅聯繫嘅原因，咁我覺得做一個咁樣嘅保護嘅規定，我覺得應該係合理嘅。而立法議員歐錦新話，依家訂定獨立行政法規嘅依據唔夠，佢建議喺完成討論城規法之前，政府唔應該批給高嘅建築物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招碧如報道。